的上帝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你最高，我要永远学落你的名，我要日日祝谢你，也要永远学落你的名。信诗254首，基督做咱坚固地基，请做伙来吟，请起立。营主甲是咱的祈祷文，做伙出声来祈祷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愿的日时假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一切，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代代保证，阿门。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路伊府。第三天对世人中国话，上天早做你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交托，启应文54篇，咱三角来启。心灵散车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；忧伤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；温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予伊承受所有阮的土地。枵喙焦，羡慕上帝。只实现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予因把助；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。心
清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因会见到上帝；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因会真做上帝的子民；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。这时，三甲爱头来祈祷。以前伫咧，即摆伫咧，以后也永远袂改变的阿爸爸上帝。愿感谢你的竞选，互阮有即个顶头生的机会，互阮照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定是一个死过我得到救赎，互阮每一日通透过你对你来悔改，成做全新的人，无阁受罪的审判。清气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阮感谢阿罗你。阿爸天父，阮伫少年的时，感觉时间阁足长，读册、考试、做工课，甲亲戚朋友来交易、旅行等等，排甲满满，想讲实现自我，也是充实人生了后，才来慢慢来追求主。啊，毋过当阮年岁增长，想要来读圣经、学习祈祷、传福音的时，阁感觉记忆无好，个性无适合，毋敢试看新的活动方式，总是伫家己感觉习惯的团体活动中，甲熟悉的朋友、熟悉的人交陪互使。主啊，阮要来对你忏悔，阮要忏悔阮的软弱，甲对你感觉亏欠的疼。主啊，帮助阮将阮的眼光刷到你爱阮注目的团体甲所在，毋是照阮家己的意思，是照你意爱阮来做的方向。也求你帮助阮掠你做头，时时斟酌听你的声，真正行出你你对阮的期待。这3天是阮教会儿童主日学的夏令营，感谢主，互阮的老师、学生甲带队的青少年团契，会使透过这3天有更较好的装备，也建立更较好的团队合作。主，阮迫切向你祈祷，未来求你引带帮赞，互阮的儿童甲青少年以及老师、父母参与伫你的大事业，做伙服侍，传你的福音互社区甲身边的人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教会9月要开始的烘焙班、社区的手机热火师资班来祈祷，求你的圣神清新伫遮的团体中间，透过同工的帮赞引带，互遮的参加的社区的兄弟，伫因身体艰苦、心灵软弱的时，通知你是神，帮助因有需要的时阵，会使对你来求讨安慰甲平安。最后，阮要为着教会中身体欠安、治疗中，也是心灵艰苦的兄弟来祈祷，求你的圣神甲因得力，随时成做因的倚靠甲安慰。愿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，阿门。煞接，咱要请赞美诗班来学咯，因要唱的是《If You Love Me》。
圣经强讨上帝的话。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3节。咱即是要请儿童主日的小朋友来读。好，咱请陈云彤、林月恩、欧敏智，你们要不要照顺序？陈云彤、欧敏智、林月恩。耶稣基督的出世记伫下底，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做约瑟定着，也被带过门，绝对信心有神医。伊的丈夫约瑟是伊的人，毋爱显然办伊，按神要按真会亲。得想的是，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梦中出现。讲，大批的福的约瑟啊，无得惊，着找你的母玛利亚过门，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。伊要生囝，你着叫伊的名做耶稣，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，脱出因的罪恶。这个事拢件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，讲你看，在息女要生因生囝，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，翻译就是上帝甲咱伫地。讲道，请导牧师来进道，题目是听的礼物。老爷仔，大家平安。来，我要邀请咱用欢喜的心、祝福的心，你头前后边兄弟姊妹，你大声甲祝福讲：平安，上帝祝福你；平安，上帝祝福你；平安，上帝祝福你；平安，愿上帝祝福咱大家。今仔日是咱教会所定离校纪念主日，包括嘛是奖学金的募款主日。而今仔日第一堂，咱儿童营遮的小朋友有出来甲咱做第一堂的礼拜。只是较可惜，第二堂因抑佫因的行程爱走，所以只有派几个代表伫咱中间读圣经，甚至等下可能咧奉献的时阵，伊嘛会伫咱中间做服侍。不管安怎，咱听到离校纪念主日，也是奖助学金的募款主日，我相信咱就知影讲，这两个目的，拢是为着要培养、教育咱的青少年，咱遮的儿童。所以不管安怎，咱正做一个大人，当咱会当相甲来关心的时，有可能是会当用咱的祈祷，有可能是用咱的奉献，甚至咱若伫礼拜日看到因的时阵，咱嘛会当主动甲因拍招呼。讲实在话，伫咱中间有一寡青少年甲儿童，足害羞内向。毋知恁有发觉无？甲真正看到恁的时阵，可能头拢咧咧，也是安尼。目睭紧紧，就对头前安尼行过，拢毋敢叮当安尼，就行过尔。包括看到我嘛是，所以拢爱我主动甲因拍招呼。但是主动拍招呼了，有当时会有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像有的人可能我甲主动拍招呼，伊可能嘛是安尼羞羞涩涩，很害羞，牧师好。可是有的人忽然之间会，牧师好。我想每一个囡仔、青少年拢有因无共款的个性，但是咱做长辈，咱会当主动来关心因的时阵，我相信伊嘛会当用一款真好的回应互咱。伫新加坡有一间教会，迄间教会因有3种礼拜，一种礼拜就是大学生以上的成人礼拜，所以甲咱一般咧讲的主日礼拜是差不多的状况。第2种的礼拜是青少年礼拜。既然是叫做青少年的礼拜，所以因对因的敬拜团的服侍人员、司礼、司会、司献、交代，甚至因的音控人员、因的摄影人员、因的摄影，毋是亲像讲咱安尼用一个监视器伫遐咧摄摄影哦，因是一台一台大台款的摄影机，包括因的音控室是亲像电视台，过会当做分镜，过会当安那端啊，变化真多。
所以，伫即款的状况之下，因可能嘛是会紧张讲一寡国高中生才有法度会当做遐好的服侍。但是毋免惊，当遮国高中生规个打落来了后，特别是摄影的部分、音控等等的部分，边仔一定是有社青，也是大学生伫遐甲因陪同、甲因指导。另外，佫有一种，因叫做儿童礼拜。当然，儿童礼拜嘛是经过设计，所以对敬拜团的成员、司会、司礼，互咱讲的司宪交代，一直甲摄影、音控室拢共款，全部拢是遮的国校学生。但是嘛免紧张，因为遮国校学生的服侍人员的边仔会有大学生，也是高中生伫遐甲因陪同甲指导。因就是用即款的方式，一代传承一代，一代培养一代。甚至有当时啊，像咱过去古早咧讲的，叫做布道会。因青少年礼拜嘛有因青少年的礼拜的布道会，儿童礼拜嘛有儿童礼拜，因有特别的布道会。但是真拢习惯叫做特会。所以青少年特会就是青少年因去做设计，加加就是牧区的牧师在边仔看一下。儿童的特会就是儿童因家己设计，加加就是儿童牧区的牧师伫边仔甲因看一下。所以对因来讲，因不只是参与乐师尔，佫有足多会做决定的部分，就是互遮的儿童、遮青少年已经开始做因的决定啊。所以规个来看，咱会当看到的就是讲，即款的一代传承，一代陪伴，甚至成就。造就一代即款的传承，伫因的教会就是安尼真正的热烈。其实包括讲今年咱的暑假，咱甲家己广南教会去甲六家乡根寮国小的自然科学儿童营嘛是安尼。伫即个自然科学儿童营的内面，有5、6个、6、7个国中生。我毋知影讲你做一个爸母，还是你做一个阿公阿嬷。当你甲你的囡仔带来儿童营的时阵，你也看到这国中生、国二生咧正做对付，你会放心无？但是毋免惊，因为这国中生拢是分线拍线去无共款的分队，去甲无共款的小队的时阵，每一个小队一定拢有大学生、社青伫遐来正做因的陪伴甲引带，就是安尼一代传承一代，一代引带一代，甚至讲实在话。这国中生对倒来，这国中生前几年嘛是儿童营内面的囡仔尔，所以当这囡仔渐渐咧大汉，咱会当看到讲广南教会这个主理学几乎已经无家己教会囡仔，所有主理学学生全部拢是对未信者的家庭、对附近无共款的村庄来到这个所在，因为青少年团契有8成，拢是安尼。包括正看会到的社青，有8成嘛是拢对未信者的家庭来。但是当因开始安尼做的时阵，一代传承一代，迄个感情、迄个互相拍拼出来，咱咧讲的革命情感就出来。因为当阮拄去甲广南教会的时阵，第一年看到的是一个社青甲我讲，牧师，我伫咱教会做礼拜足孤单的，啥孤单？因为遐个交通足无方便。比如讲，我的囡仔是伫南科咧上班，伊爱对伊租厝的所在先骑机车去到新市火车站，去到新市火车站了后，爱坐1点钟的区间车去到南靖火车站。南靖这个火车站无直接的公车通坐，所以阮爱驶20几公里的路去遐甲载，来回咧50公里。所以，就算做，阮已经做到这个程度啊！我的后生甲顺是要对伊租厝的所在，要来甲广南教会，单趟路程上紧就是2点钟。更何况其他有的家庭，因若讲无法度安尼赶接、赶载时阵要哪办？所以真侪高中、大学出去读册的学生囡仔，高中出去就无去啊，大学出去就无去啊。所以这个社青咧讲的无伴，因为大家出去就无去啊。但是即款一代传承一代，一代陪伴一代，互遐个高中生、大学生渐渐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成就感被肯定。
所以后来正看会到的有2个大学生伫台中食头路啊，伫台中读册。伫台中读册，因嘛知影讲，迄搬车安尼搬，足浪费时间的，因做无爱。所以这2个大学生都拢对台中，家己骑机车，倒去家己。但是这阵囡仔结做伙，这阵少年仔结做伙了后，哪有革命情感？出去外口读大学，共款会倒来。大学毕业了后，变社青，共款拢会倒来。所以这个一代传承一代的状况，伫遐开始真多实现。所以咱通看，不止安尼尔呢。最近这2年开始有一个气氛出来，这2-3年出现的气氛，就是国校的学生会足期待来升起去做国中生。是安怎这国校的学生期待要升起来做国中生？因为只要因会当升起来国中生了后，只要因会当稳定伫青少年团契聚会，只要因当稳定来做礼拜，安尼因就会当加入做敬拜团。因为阮迄阵伫遐的时阵 ，A 团就是即个大学生甲社青 ，B 团就是高中生，会当互因轮流去服侍。敬拜团的人不只是服侍敬拜团，无轮到敬拜团的时阵，因嘛会去音控室帮忙。所以当安尼的时阵，一寡囡仔会看到，所以这国校的囡仔足期待会当先来国中生了后，只要会当稳定聚会、稳定做礼拜，因就会当来加入敬拜团。每年的儿童营，因嘛会当来做小队服。稳定做礼拜，稳定伫青少年团契聚会，这毋是交换条件，毋是交换条件，因为真简单的，就是咱咧看因的稳定性如何。所以因为迄款的稳定性，愿意加入青少年团契聚会，拢来稳定做礼拜了后，咱就会当来找老师甲因教。啊，无咱嘛知影学过乐器的拢知影。咱若乐器只有学3个月就不爱学，学6个月就不爱学，足可惜的，足可惜的。对咱来讲嘛是咧浪费资源、浪费金钱、浪费时间。所以咱咧观察就是讲，只要因肯稳定做礼拜、稳定来青少年团契聚会，安尼咱就当叫人来甲因教。同款一代传承一代，毋是对外口请老师，就是这大学生、这社青来甲因教。当然，要互遮的青少年忽然之间要习惯来做礼拜无简单，所以一开始拢是慈应师母的带遐各个中生坐咧做伙做礼拜。后来这几年，进前的高中生、大学生，渐拢变做大学生、社青啊，就换因来陪遮高中生做伙坐咧做礼拜。所以这款的传承，会当互一个庄脚教会，连柑仔店都无的村庄内面的教会。因有1/3是做礼拜的人数中间1/3是国高中生，1/3是社青青壮年，另外1/3才是长辈。所以伫即款的状况下面，咱就通知，无共世代、无共年龄层的人，当咱大家做伙服侍、做伙聚会，透过咱做伙领受上帝的疼甲恩典，耶稣基督救恩，咱用即款的方式来回应上帝的疼。上帝的恩典啊，就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咧甲恁讲一个足奇妙的创造。这个创造既然是透过道家肉身的方式，互圣神来互玛利亚来有生。我相信2000年前迄个犹太社会，甲迄阵犹太律法来看，一对只有订婚。抑佫毋是叫做翁仔某的人，因若真正安尼来有生，迄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代志啊！伫迄个年代，不只是面对犹太因的律例，一个人的名声、荣誉，可能对厝边隔壁朋友来压力，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啊！但是我毋知影讲，当咱安尼咧讲的时阵，咱这个少年人是毋是当体会？因为伫咱镇的台湾的教育已经实行将近20-30年的人本教育，这个人本教育非常强调个人的权利、个人的自由、个人的意爱，所以人本教育到尾啊，有人甲讲，人本教育到尾啊就是本人、个人。所以有当时咱看到，伫
伫咱的教育下面，当然好的部分就是当咱强调个人的自由甲管理，迄非常好。但是过调去强调的时阵，有当时即款的无限上纲的自由，会发展做其他无共款的事物出来。就亲像咱台湾共款，咱台湾前几年已经将一款所谓的外遇除罪化的刑罚取消掉啊。所以我毋知影咱有注意到一寡社会的消息无？最近这几年真正有袂少迄款的官司，就是因为讲另外一半外遇，另外外遇就去告。但是既然外遇除罪化，所以你要告刑事是无可能的事。所以你就爱去用民事，你家己去举证讲，因为你的另外一半假是出轨外遇，到底对你个人的权利有偌济影响？安尼对你个人的权利会损害，你去请求民事赔偿。但是有当时啊，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常常官司拍到尾啊，就是失败。因为法官常常会用的理由，就是咧叫做讲，婚姻的幸福毋是靠律法来甲你保障。更何况，既然咱是有个人自由，所以即款夫妻之间拢有各自的性自主权。所以夫妻之间有你各自的性自主权的时阵，做先生的伫外口有小三小四，迄是你个人的自由；做太太的伫外口搞准有小王小李，歹势毋是要故意讲咱姓王的姓李的啦吼，迄是个人的自由。所以你也要用这款个人的自由去损害你的婚姻权、配偶权，迄是足歹成立的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得爱去收集一寡证据来看讲。对我造成什么款的权利的损害，但是就算做你真正有法度收集到一寡资料、相片、影片来证明你个人权利有受到损害，你嘛要小心这项事。我毋知影恁有看到一寡社会新闻咧报无？随便讲即款家己个人的权利受到损害了后，真正这个另外一半也是迄个外口。迄个小三、小四、小王、小李，有可能因爱负担赔偿，但是有可能这个提出告诉的这个，嘛会去用反告，反告啥物？恁知影无？反告啥物？恁知影无？有人咧讲哦，迄叫做侵犯隐私权、妨碍秘密罪。意思就是讲，你也要共摄影，要共翕相，甚至你要去偷看人的手机啊内面有啥物对话，你也无经过当事人的同意，你袂使共翕相、摄影去看人的手机啊。你也因为安尼所取得的证据，到尾啊颠倒会变做另外一半甲你倒转来告你妨碍秘密罪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妨碍秘密罪，甚至款的侵犯隐私。了后所赔偿的钱一来一往，拢差不多去啊。所以，伫咱强调自由、管理的现代潮流的观念下面，其实咱的社会、咱的教育的环境的改变，有当时啊对咱家庭关系的影响，对咱社会关系的影响是足无好的。就亲像讲，去年下半年，有一个叫做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，因为既然伊叫做怀孕妇女关怀协会，所以伊的迄个记者会特别咧提出一个状况，毋望咱的社会会当注意。伊咧讲，根据台湾卫福部的统计数字，平均最近每一年，咱台湾约有23万人次的堕胎。咱敢知影去年咱台湾全部的新生儿是几个？咱咧做10万新生人口的保卫战吧，吼。10万新生人口的保卫战，但是最近这几年卫福部的统计资料，每一年约有咱有13万个婴儿被堕胎掉。甚至伫记者会中间有一个医学教授的研究咧推估讲，足有可能不止这23万，因为咱还有一寡没有通报，也是讲堕胎无想要互人知这款的黑数。所以，干那将这黑数拢甲包括在内了，这个教授咧讲。上无有可能20、40万的中间，甚至更较济，更较济。所以讲，甲根据全世界平均，迄个平均就是讲用出生数
甲堕胎数来做一个数字，迄个平均，用达达这个教授所提出的数字来看，有可能咱台湾高过世界平均数6倍至9倍。只是我咧想的，就是咧讲，甲准台湾有即款堕胎的系数，其他有统计的国家应该因嘛有系数才对。所以是毋是真正有到6倍至9倍悬，我毋知影。但是我想，这个数字检测嘛10之8九袂差伤济去吧。但是甲袂差伤济去，不管安怎讲，咱的平均即款的堕胎数，真正有可能是有统计国家内面，真正是骨力倍悬。而且咧研究的中间发现，这个堕胎拢是因为婚外情甲未婚怀孕来堕胎的原因占绝大多数。所以，当这些婚外情、未婚怀孕是堕胎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的时候，咱就知影讲，其实伫咱的社会中间，有真多有一款的状况所出现的问题啊。所以有当时我咧讲，咱教会真正幸福。因为咱教会真侪家庭拢真美满，经济能力拢真强。但是咧，阮过去伫庄卡牧会迄款的经验，太侪囡仔拢是隔代教养。迄款的隔代教养，毋是因为父母无闲无法度顾，所以请阿公阿嬷斗照顾，毋是。拢是因为一寡婚姻的状况、未婚怀孕、婚外情等等生出来囡仔，有可能因不忍心甲堕胎，但是生出来囡仔因嘛无想要顾。所以等倒转去学阿公阿嬷顾，甚至进前我嘛捌句过咧，有迄款状况的时阵，父母无爱负责任，因为后来生囡仔的父母是离婚，各有各的婚姻，所以因的囡仔都无爱顾。但是囡仔甲要学阿嬷顾，其他的亲情佫毋甘，因为阿嬷甲即个囡仔的大伯，迄个大伯是吸毒人口，所以其他的亲情嘛，足毋爱讲即个囡仔甲去到迄款的家庭了后。会不会也染上吸毒？所以尾仔是其他旁系的亲情，甲伊带倒转去照顾。所以这款社会的问题，毋是因为咱家己幸福，毋是咱看袂到，就无存在。若是安尼，咱倒转来看，今仔日经文讲到约瑟甲玛利亚，你2000年以前，因会拄到什么款的状况？咱感觉2000年以前，因会拄到什么款的状况？迄款的状况真正不是开玩笑。迄款未婚怀孕的状况是真正足严重的事啊！所以我毋知影讲，恁过去咧读到咱所读的一段圣经，甚至恁有时间后壁你佫继续甲看落去。我想这段经文甲后壁的部分，咱应该拢足熟。过去我还佫少年时阵看到这段的经文，我家己的感觉是感觉讲，麻烦音控帮我切后一张。过去我少年的时阵咧看这个经文，我会感觉讲，哦，这对翁仔某有够衰。若是用现代的观念来看，约瑟，人会感觉伊安那？戴绿帽嘛，对无？戴绿帽的囡仔，你有想要甲养饲大汉无？但是咱若对经文来看，咱会当知影，约瑟第一时间伊无。对玛利亚大发脾气，伊嘛无想到讲要去找拉比，要去找一寡审判官，伊来甲阮做一个公平的裁决。伊所想的就是讲，啊无就是安安静静，甲即个玛利亚就安尼好去啊，安尼安静来分开吧。无拍算上帝使者甲讲，代志毋是安尼，即个囡仔是对圣神所来的。所以约瑟，我毋知影讲伊到底伊的心态是虾米款的转变。无想到讲，伊就既然真正安尼二话不说，直接就紧个迄个玛利亚带倒转来，继续来养饲这个囡仔。但是安尼代志就足顺利啊吗？代志就安尼足顺利啊吗？嘛无咧。按照圣经的记载，咱知影玛利亚咧。有新大巴肚的时阵，罗马政府搞一个人口普查，所以约瑟就爱带着玛利亚对拿撒勒的所在，倒转去因的祖家伯利恒去报户口。户口报了，安尼就好啊吗？无咧，无咧。
当因要倒去报户口，咱嘛知，当去的时阵，可能真侪人拢要倒去报户口，所以无所在通住。我也好佳在，抑佫有好心的人甲因收留，互因甲一寡精生做伙住。伫精生做伙住的状况之下，后来有真好的事发生，因为有饲养的人来伫遮甲因斗欢喜，有对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嘛来遮甲因斗欢喜。但是欢喜了无偌久尔，迄个王因为怨妒，既然下令一个命令，什么命令咱有印象无？2岁碧绿型地区2岁以下所有的婴仔、囡仔拢总爱杀互死。所以约瑟、玛利亚只好佫抱着一个婴仔尔，对犹太曠野，佫经过西奈旷野，一直逃走到埃及去。我相信一个外地人忽然之间走到埃及去，因的生活你讲要好到倒去，嘛会足难的。好不容易时间在过，好佳在代志过去啊，所以因有倒转去甲拿撒勒啊。但是倒去甲拿撒勒，敢讲因生活就会当一切拢顺利吗？因若今仔日上帝无叫因安尼做，上帝无好调因竞选因，讲实在话，一对少年夫妻应该真正会当过着一个安安静静、庄开的生活，安尼无好嘛？但是当因安尼做了后，我相信约瑟也好，玛利亚也好，因爱背负真侪人对因的批评，有可能人对因无同款异样的眼光，特别是玛利亚，真有可能像人咧讲的，迄人互嘴安尼讲迄喙烂音嘛要甲掩饰。但是当因安尼做，因犹原尽因的责任，特别是约瑟过身较早。所以玛利亚陪伴伫耶稣的边仔，一直行，陪伴到最后，伫迄个十字架的下面，耶稣钉死伫遐的时阵，玛利亚做一个妈妈，犹原用伊的疼陪伴耶稣伫迄个十字架的下面啊。所以咱通看去约瑟甲玛利亚因的日子，经过这个苦难，经过这个事件。讲要偌欢喜，拄偌欢喜，检查嘛无拄遐尔简单吧。但是既然就亲像咱早前咧讲的，遐个先知、遐个圣徒、遐个来甲咱台湾初期、初代遐个宣教师拢共款，因拢是上帝所喜爱、所听、所敬选的人，所以因的名永远留伫圣经内面，受到10000人的尊敬啊。但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我足钦佩约瑟甲玛利亚，安怎讲？比如讲，伫这个家庭内面，若是因愿意相信，这个囡仔就是圣神所有心来的，是圣囝耶稣。若是安尼，咱现代社会有迄个叫做富二代，有迄个叫做官二代，安尼耶稣要安怎讲？神二代吗？神二代安尼会当有特别的待遇吗？神二代会当有亲像君王的生活吗？当然无啊！咱知影约瑟是一个会晓起厝、会晓做木工技术的一款的师傅，所以一方面教导少年耶稣安怎去起一间厝，安怎去做木工，无因为讲伊是上帝所交代，是道成肉身的，啊无就亲像不祖共款安尼甲供奉在那里，无啊！该甲教的嘛是爱甲教，安怎起厝，安怎做木工，做伙来。所以历史的记载的中间，约瑟捌带着耶稣少年耶稣去到附近一个罗马政府要兴起的城市。做歹势，真要讲互恁听的时阵，我临时袂记迄个城市叫啥物名。不过迄个城市后来嘛因为地动的关系破坏掉。但是历史的记载中间有提起着。约瑟带着耶稣去到迄个城市，帮忙做伙来建造迄个新的都市。咱若真正有机会去到拿撒勒，咱嘛会当去看到约瑟的厝，证据保存了真好。咱嘛会当看到耶稣少年时阵所读册的会堂，甲真咱嘛看会到。所以咱会当看到，对约瑟角度来看，伊就是要做一个好模样的老爸啊。
同款，玛利亚嘛是少年耶稣的生活，该去拍水就爱去拍水，该做饼斗相共厝人的工课，就是爱斗相共厝人的工课。该去上课就去上课。所以玛利亚用一个妈妈的听，用伊有法度做的方式陪伴、听痛，互耶稣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。所以咱会当看到约瑟甲玛利亚这两位，因是真正用因最朴实的爱，提供耶稣有一个有情、有义、有听、敬畏神的家庭啊。所以若是安尼，咱来看，既然今仔日咱是儿少纪念主日，咱今仔日是蒋助学今的募款主日，咱会当安怎做？咱会当安怎做？讲实在话，约瑟甲玛利亚因一对夫妻，我相信因是一对互人欣赏的好的谈判。我毋知影讲对咱来讲，好的太太、好的丈夫，还是讲一个好的朋友、好的谈判，应该是甚物款的模样？但是咱若对约瑟甲玛利亚来看，所有无好的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因就是共同来面对，做伙来承担。在最难背的逆境当中，因做伙来面对这个环境，共款想办法，互因的家庭会当有一个安稳的家庭啊。所以，咱会当看到最好的家庭教育、最好的家庭关系的维持，不是说父母亲要给多优渥、多棒的经济条件的家庭。等到咱会当互咱的囡仔在爱跟学习、分担、承担责任的内面，咱一代传承一代，一代传承一代，一代祝福一代啊！特别是这个囡仔，足无简单的哦。你莫看伊一支手机啊，一个平板带咧，愈下。即款的网络，即款的工具，互因会当真正足紧得到非常多的资讯。所以，这个囡仔、这个青少年，有可能真正因有一寡咱毋知的财物，有可能因会晓，咱还佫袂晓哦。所以，其实咱毋通小看这个囡仔，小看轻看这个青少年，咱毋通袂记，先知亚利米是几岁受到呼召？咱有印象无？先知亚利米几岁受到呼召？16岁的时阵，16岁受到呼召了后，伊爱去面对君王，面对一寡达官贵人，面对所有的众百姓，开始因来传讲上帝的道理。大鼻王咧？大鼻王，咱之前有讲过，大鼻王大概是几岁时阵，互上帝竞选甲高抹要真侪以后以色列王，几岁？袂记啊吼，无要紧，这毋是重点，因为知影这项事嘛袂当互咱食甲饱，困较好。大鼻王是约差不多16、17岁的时阵，上帝来竞选伊。过来咧。中国汉朝的时阵，有一个标记大将军叫做霍去病。我袂记讲伊是几岁开始去从军，但是历史的事件内面有一道，就是伊带着1万外的一款骑兵的部队，奔袭千里，深入匈奴的内地，大败匈奴军队。迄一年伊几岁？大家有印象？几岁？啊，有人有讲，但是我听袂清楚。恁讲几岁？19岁。19岁时阵，带着1万人的骑兵部队，奔袭千里，大败匈奴。当然有当时咱可能会感觉讲，牧师安尼讲毋对啦，吼。咱也毋是要做先知的，咱毋是要做总统国王的，咱也毋是要做大将军的，不要把那一种极端的例子起来做例啦。但是我相信，咱的囡仔、咱的青少年，咱拢足愿意用心得意来甲因栽培。当咱用心得意甲因栽培的时阵，其实咱嘛真毋茫讲，咱的囡仔上无因会当不要输在起跑点，上无因会当有愈较好的专能专才的时阵，以后出社会会当有较好的贡献。所以咱的教育、咱的陪伴无较少，
只是咧讲，甲对毋通轻看咱的囡仔来看。亲像我拄仔咧讲的，迄间新加坡的教会，儿童一礼拜就是儿童因伫遐咧做服侍，所有的服侍，只是加有一寡大学生、社青伫遐甲因陪伴。青少年有青少年一礼拜，所有的服侍拢因家己来，加是边仔有大学生甲社青甲因陪伴。当安尼训练的时阵，因有迄款12岁的囡仔，带家己的同学，带家己的朋友，12岁的囡仔尔，带50个厝边朋友同学来教会。有14、15岁的囡仔，青少年，14、15岁的青少年，带伊的朋友、同学、厝边超过70、80人来教会。所以，当咱愿意相信因，当咱愿意互因机会、互因操练的时阵，咱通相信，这个囡仔、这个青少年以后一定是一个比一个会更加好。就亲像讲，是咱要投入较侪时间、经费。来教育陪伴这个囡仔、青少年，我想有一个概念，咱应该足清楚会当分辨。咱要开时间、开经费来去一间学校较好，也是要等到这个囡仔以后摇带去了后，咱要开钱、开时间来建造一间更较好。恁感觉咧？咱投资。来去学校较好，还是以后咱开钱来去一间更较好？人拄啊第一场礼拜，遐囡仔一讲嘛讲哦，当然是学校比较好。我相信迄个答案拢伫恁的心中。是啊，咱甘愿用较侪的经费，用较侪的机会，用较侪的陪伴，互这个囡仔会当有操练，一步一步伫咱的信仰内面来大汉。有当时啊，咱嘛爱来看，就是咧讲，毋通因为惊这个囡仔无要来教会，惊这个青少年无要来教会，所以咱主日的教育，也是咱青少年的教育，摆满真侪的休闲娱乐的活动，互因来，要吸引因来。其实安尼真可惜，因为有当时啊，伫咱主日学结束，咱的青少年同齐聚会结束了后，咱犹原会当留落来继续交谊，继续吃喝喝。继续出去做一寡代志，就亲像今年1月份的时阵，捌有几遍，咱有一寡社青要去探亲，因就是先来参加第一场礼拜了后，做伙食早顿，才出去探亲。同款，较早我少年的时阵，阮每一个礼拜日拢会带出去拍球，因为我的母会台南丹门巴克的基兰教会附近就有圣台伫遐，所以阮每一个礼拜日的下晡拢走去圣台拍球。拍球了会足忝，会足热，阮就烧酒去食串冰、啉红茶。迄阵阮所看会到，就是讲阮这国中生、高中生甲无钱，所以甲阮做伙去拍球的这大学生、社青，就出钱请阮啉饮料，请阮食串冰。所以当阮变做大学生，零用钱较济啊；当阮变做社青，开始咧趁钱啊，阮又安尼来带这青少年做伙拍球，做伙读圣经。做伙食冰，做伙请因啉红茶，所以这款一代陪伴一代，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圣经有甲咱讲，没有意向，民就怎么样？放肆吼，对，咱有印象。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。所以咱毋通因为惊咱的囡仔无爱来教会，惊咱青少年来教会，所以咱就放一寡足多休闲娱乐人的聚会的中间啦。因为遐个代志真好，因为咱无可能互囡仔无耍，无互青少年无耍，迄无可能。本来因这个年纪就是需要耍，而且互相咧耍的中间嘛是咧学习团体的生活。但是咱会当伫聚会了，互因接受。所以咱咧讲过来遍啊，咱第一堂的礼拜真好。第一堂的礼拜煞了后，有真侪社青会咧伫地下室做伙食早顿，做伙伫遐开讲。迄款伫遐做伙食早顿，做伙咧开讲，伫遐分享因的生活，分享因的工作的时阵，甚至伫遐分享教会服侍的时阵，迄就是小组啊，迄就已经是小组啊。
所以有当时咱爱去想的，就是咧讲，若是安尼，若是安尼，咱要提供咱的囡仔、咱的青少年，什么款的环境？因为有当时我的想法是安尼，咱若无法度，互遮个囡仔、互遮个青少年，因的心充满主耶稣的时阵，有可能因的心就会去互世界潮流、世界的法则来占据他们的心啊。但是要讲教育，这两年足简单，要做真正无简单，要做真正无简单。但是这个中间可能有时阵，咱嘛爱去改变，咱嘛必须要改变。因为有当时咱袂使用过去的策略，佮继续去教育后一个世代，因为因的世代甲咱过去的世代无共款啊。所以咱嘛共款，有时候不要用过去的方法去打明天的仗，因为世界咧转变足紧的。但是咱爱相信的，就是讲，咱遮囡仔、咱遮青少年绝对有能力，因绝对有能力。所以只要咱大人愿意，遮青少年囡仔愿意，咱会当陪伴因，做伙一步一步来操练，甚至互因更较侪服侍的机会啊！因为我嘛相信，一个愿意真实伫教会内面亲手助力做礼拜的囡仔，若是信仰真正对因有好的影响，因倒转到厝，因嘛会当真做厝内面爸母的好帮手，分担家里的家事啊！同款一个愿意真实用奉献、用服侍、用行动来感谢上帝的囡仔，因的信仰生活内面，倒转到厝里，应该嘛会当真做一个友好爸母的囡仔，一个愿意真实追求基督信仰、甲上帝真理的囡仔。等伊豆大汉了后，伊嘛绝对会变成咱国家的忠诚分子，咱社会的良心嘛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大人安怎甲因栽培，安怎甲因教育，安怎付出，安怎陪伴，咱安怎做因一个好的模样，甚至就是咧讲，咱若拄着因的时阵，咱主动甲因拍招呼。我相信，当咱无共款世代的人，咱做伙服侍。咱做伙真做彼此的光甲祝福，若是安尼，今仔日咱所读到的，互主耶稣伫咱每一个人的心，互主耶稣来真做咱信仰生活顶面的帮站。若是安尼，今仔日咱所看到约瑟跟玛利亚，真的他们的努力、他们的苦心、他们遇到的艰难就没有白费，因为这个真好、真水爱的礼物，主耶稣基督。咱得当一代一代甲传承落去，互咱的囝儿孙明捌啦。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我的上帝，感谢你透过道成肉身的主耶稣，教阮地面上所看会到的爸母，通好互阮了解，原来阮的爸的疼就是安尼。嘛，透过阮地面上的爸母、阿公阿嬷，互阮会当体会到一款无私的疼的机会。所以，当阮三甲你遮组织来甲你面头前的时阵，阮真正献上阮的感谢。阮也感谢你将遮囡仔、遮青少年赏赐伫阮的中间。阮真正恳求你祝福教会内遮囡仔、遮青少年，保守因心心灵勇行，圣神的保守甲因带，拢甲因三甲伫地。愿你的话、你的祝福，嘛教阮每一个遮阮所有兄弟姊妹做伙。搁这一遍献上阮的感恩，安尼祈祷拢上靠着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撒迦来吟信息回应上帝的话，信息487首，耶稣听我，耶稣听我，请起立做伙来吟。我
奉献，咱请徐玉兰、李义新技师带主席二的小朋友邱谦、陈恩妍、赵伟成、翁云志做伙来助献。请大家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报告教会消息，今仔日是本会所定儿童甲少年的纪念主日，甲奖助学金的募款主日，请兄弟做伙为着儿童、幼儿的主日学甲少年团体的信仰教育甲家庭的信仰生活。主日学的老师，也是少年团体因辅导、因的服侍等等吼，大家做伙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礼拜三，大家老婆吼互相请安交谊，会使到地下室来享受爱餐。今仔日是夫妇团体来服侍。今仔日中昼爱餐线吼，11:40有厂商吼来说明4楼。漏水的修理，3楼音控设备的汰换，甲2楼影音设备的调整，地下室甲办公室，咱的地板嘛有要来整修等等吼。厂商会来说明。请关心的长职，也是咱的团契会长等等吼，若是有兴趣的，会使来参与甲了解。第三办公室。咱有2台公用的电脑嘛吼，即摆要来重新来整理。若是大家同工吼，有当时有存档案伫内底，请即2周内底紧去来存档落来。无2周了，咱就要所有的资料拢要清除掉吼。第4，咱社区班开始要恢复吼，9月开始吼。大家会使邀请厝边隔壁小姐做伙来上课。团契的消息，夫妇团契后礼拜爱餐线有举办8月份的例会，有
专题演讲，甲干部的改选吼，啊有邀请慈运师母来演讲，请大家留时间来参加。教界的活动甲大岛的事项吼，请大家直接来看咱的周报。咱平安礼进前吼，咱先欢迎两个新朋应该是两个帅哥啦，一个是新朋友，一个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。那一位是罗元昌，伊是屏东九如教会的兄弟哈。那刚搬到附近来，大概小等平安礼的时阵，会使做伙来招呼。一位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哈，是那个秀玲姐的哥哥还是弟弟啊？弟弟陈佑生牧师哈，他是南加州新生命宣道会的牧师哈，他欢迎哈，大家来行平安礼哈，煞脚会使招呼者哈，咱先来唱一摆哈，做工再来握手哈。咱拢将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。做伙来吟圣诗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的脚步。我
拜上帝赐福咱，搁保护咱；愿拜上帝，予伊的面的光照咱，搁施恩予咱；愿拜上帝欢喜的面看咱，赏赐咱众兄弟姊妹有永远的平安。特别是今仔日主日的中间，不管是咱的囡仔，咱遮的青少年，愿上帝圣神保守引带，对这时得甲永世大保证。阿门。请坐，避讳灭道。